我爸妈即摆遮尔欢喜，若是我讲我无爱签，已经会感觉足失望的。可这合约书顶面迄条爱我遵守的条款，我根本就做袂到。安尼是要叫我安怎签会落去？郑凯，你所有的条件，陆经理都已经答应你啊。你即摆是伫个顾虑啥？我。郑凯啊，你是安怎啊？原本不是讲了真顺利，那香港搁咧丢毒？你是对陆经理提出的计划无满意哦？你敢知啊？这合约顶面是写代言人的经纪人爱签我公司的。签我公司那有要紧啊？我还是当继续做你的助理啊。是因为这种小可代志咧丢毒哦？当然不是安尼尔，迄是因为合约顶面。有一条合约哦，是我上届无法度接受的。伊讲以后我若是接受涛君餐饮集团的执行长，那呢，我得经济形象代言人。不过这形象代言人，在大众面前维持单身形象。郑凯，那陆经理已经表现出伊的诚意，互你上大的尊重安尼。那这种小小的要求，你是不是应该考虑面包？小秋，我拄则甲你讲遐，你真正听无？你即摆合约意思是爱我袂当交女朋友，敢讲你要因为这份合约交分手？假使这个合约会听说我甲你。哪有甘愿无爱？咱两个真无简单才做伙，我是无可能放弃你。哎呦，莫讲是你，我嘛唔敢跟你分开啊。我的意思是，虽然还有规定，你这个形象代言人爱伫公众面前维持你的单身形象，不过应该无影响咱两个人私底下交往吧？只要咱莫光明正大，以男女朋友的身份做伙出席公开场合，唔就好啊？我迄寡哦，对你有崇拜、有幻想的迷妹，有心理上的寄托啊。安尼对公司啊，还有对你经营粉丝团，都有真正面的帮助。所以安尼算起来，这要求也是真合理的。我经理愿意替你争取，就新品牌决策权拢总交互你，已经是对你真大的认同啊，佮有看重啊。所以算落来，你这样想讲，会当伫咧这舞台好好啊发挥，互搁较侪人食到迄幸福的料理。安尼就好啊嘛！小秋，我就是无想要因为安尼，互你受到委屈，互你牺牲。上讲我感觉委屈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！我这段时间就是想要专心全力支持你实现你的梦想。他说这一点点摆脱还会当成就你，根本就无差啊！因为你的梦想就是我的，你会当圆梦，我就无遗憾啊。小秋，你安尼遮尔担心，我真正感觉做主角。什么主角啥？我是爱你好，我享受迄个过程啊。刷落来，咱两个就是地下情人安尼，够刺激的。咱刚才咱趁别人无看到的时阵，安尼偷偷勾小拇指。啊，那无就是趁人无看的时阵，伫咧桌下骹咧头高骹，跟他用手，我就跟他就好爽诶。拜托，我真有咧拍牌，我什么时阵啊，你也够心情算好。规定还有啊，无规定讲你袂当请助理啊。我还是伫你的边啊，咧垫前底啊。虽然当陪伫你的身躯边，我有感觉真满足啊。是毋是有公开咱两个人原本根本就无差啊？就开，你就同意啦。啊，若无阿伯阿姆还有我会感觉足失望。好啦，我知影，我会好好考虑。